咁今次個新歌咧就叫《溺愛》啦，咁個班底咧就係我同埋 Harry Kwan 作曲啦，咁我就自己作詞啦，咁編曲咧就有 Tom Wong、蘇道哲同埋 Harry Kwan 啦，監製都係蘇道哲嘅。一開始寫呢首歌咧，其實就想講翻關於海洋啦，因為我好中意海啦。有個以前真實嘅經歷就係我學游水，跟住我浸親。我突然之間諗到呢一個經歷啦，跟住我就用佢嚟連落去一段關係咁樣。今次呢一首歌咧，就其實有一個女聲嘅，我覺得最適合嘅一個女聲咧就係 JC 啊，咁亦都好開心可以揾到佢同我一齊合作啦，令到成件事更加嘅豐富啦。咁呢一首歌其實最主要就係講一段令到我窒息嘅關係啦。女方咧就做咗好多傷害男方嘅事情啦，令到男方咧喺呢段感情入邊好辛苦啦，唞唔到氣啦。咁今次有個 MV 咧就有兩個演員同我一齊合作啦，一個係 Lam Ting 啦，同埋 Min-ning。Lam Ting 就飾演我前女友啦，咁Min-ning 咧就飾演 Lam Ting 嘅現任男友啦。我喺個 MV 入邊咧睇到佢哋兩個錫啦，令到我釋懷咗呢一段好 toxic 嘅關係啦。好多謝佢哋參與我呢個 MV。落水還是好玩啊！我去自己一個行到去好遠嘅地方，經理人咧就喺岸邊咧就拍片啦，之後同我講拜拜啦。跟住仲喺海邊嗰度咧就有個營火，就喺嗰度燒咗我同女主角嘅一個定情信物啦。不過唔止海邊好玩嘅，跟住之後都去咗欣澳海旁嗰度，咁嗰度咧就有我架車啦，紅色嘅一架好有型嘅一架車啦。咁我就喺入邊有同女主角有甜蜜嘅回憶啦，同埋有分手嘅回憶啦。今次 MV 有好多要做戲嘅位啦，而我就係第一次演戲啊，喺架紅色車入邊就要我大聲鬧個女主角啦。咁我就試咗幾次，跟住最後咧，終於都可以釋放到自己啲情緒出嚟，攞到我覺得自己最滿意嘅一剔咯。